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10月24，咱要来看提摩太前书1章1节到第2节。我是保罗，照咱的救主上帝，甲做咱毋忘的基督耶稣的命令，我做基督耶稣的使徒，写批予提摩太，信仰上我真会惊。我拜上帝，甲咱的主基督耶稣，赐你稳定、灵敏、甲平安。提摩太前书是保罗对伊属灵的囝提摩太所写勉励的话。保罗伫遮讲到，伊是照救主上帝，甲做咱毋忘的基督耶稣的命令，来诚做基督耶稣的使徒。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是毋是有清楚，咱是照主的命令，诚做使徒来传主福音？咱是毋是常常也将咱的信仰当作要紧，来勉励咱伫属灵顶面的囝儿，互因伫信仰顶头来徛在，主帮助咱，互咱会通照主的命令教示来行，也亲像保罗咧牵绳、咧带领、咧教导提摩太的心志，用上帝的疼来造就信仰的后辈，互咱会通看见属灵的囝儿因的信仰顶头来成长，做稳定、感谢的地方。愿主的疼时刻帮助咱，互咱会通诚做信仰好的长辈，来引带咱的后辈行伫死正的路。愿主甲咱三个地点，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